为人臣子，不为朕分忧，倒是天天关心起朕的后宫了。走，去凤仪宫。啊，是。皇上，哎呀，皇上，这选秀名单还是跟皇后娘娘商量下吧，要不然。横扫千军，剑开天鹅。皇后娘娘真帅呀！剑指苍穹。皇上，徐玉。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快去更衣？啊，干嘛？你得与朕共赴夜宴。啊，就知道他来肯定没好事。臣妾身体不适，只怕不能。又想逃？你是皇后，别忘了你的侄子。反正你也不想跟我一起去。这是拟好的选秀名录，你照着这个选吧。哼，怎么，皇上是信不过臣妾的眼光吗？你的眼光。这些女人不会勾引皇上学坏，皇上不沉溺女色，就有益于朝堂。哼！皇上既然信不过臣妾，那不如让贵妃直接选好了。身为皇后，自该承担中宫之责，怎肯事事劳碌贵妃？贵妃线下协理6宫，我自不好抢他人功劳。或者，还是皇上亲自选好，看上谁选谁。徐玉，啊，你要干嘛？靠太近了！皇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黄龙蚊帐，我的声音！这，皇上！这一定是假的。这是怎么了呀？皇上，难道我变成了皇上？不要过来！我的儿啊，你没事吧？皇上？臣妾担心死了，都怪皇后，拿我们撒气也就算了，还把您推下了水。我什么时候拿你撒气了？走开！皇上，皇上一定是受惊了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其他的事交由母后处理。哼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把皇上推下水？哎呀，姑母，你别跟着气坏了自个儿的身子。皇后自诩娘家事情一向没规矩惯了。朕要发飙！皇上，皇上，哀家不是嘱咐你好好休息吗？哎呀，这里母后先回宫，我来教训教训皇后。
母后小心安息啊。皇上，咦，有伤风化。哎呀，讨厌！哎呀，皇上，臣妾。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臣妾怎么知道？你不知，那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啊！臣妾对天发誓，我若与此事有关，便为天打雷劈。皇上，不要碰我！皇上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皮肤不错嘛。为什么会互换呢？对了，国师一定有办法。你我互换，因为阴阳失调。太极最懂阴阳平衡，定然有效。啊！皇上，庄主，行。嘿，不行，行就要多尝试。秋仙，竟然上朕的玉体！救命啊！皇上皇后又跳了！都没用。算了，不要再胡闹了，先准备上朝。我上朝。你们徐家簪缨世家，不过上朝装装样子而已，怕什么？走，去训练帝王威仪。不要啊！参见陛下。你们身体互换了吗？待微臣推演一下。国师这是在做什么？记下这件事的始末，而后用星盘推演。皇后娘娘，窥伺天机会影响微臣推演，可有换回来的办法？情况复杂，微臣需要一段时间推演。在此之前，还请二位继续装。你请安。你上朝。必须给我们供物资！你们自己想想吧。母后，哼，态度不端。贵妃，皇上，皇上都很久没有到臣妾那里了。以前，今非昔比了。走走走，是贵妃的，一起去。走，皇上。
皇上呢？在后宫。皇上说今晚要雨露均沾。这个不省心的女人！皇上，小姐云，老奴先退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了？想我了？美人儿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这个自大女，看着自己的脸叫美人，不嫌害臊。哎，这脾气我喜欢，像小锦云。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小锦云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徐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你以前都是怎么管理后宫的？看看这些乱七八糟的账目。以前都是你那个贤良淑德的表妹管的。说到底还是你太笨，做什么任他欺负。还不都是你默许的？正合适。但凡你对我尊重一点，母后就不会横眉冷对，贵妃也不敢处处挑衅，我也不至于过得这么艰难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在特殊时期，不跟你计较。嫔妾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李美人啊，你有孕在身，就不要多礼了。来，娘娘，皇后娘娘为何要推嫔妾？本宫没有推你啊。皇上要为嫔妾做主啊！既然没事，那就算了。好疼啊！传太医。你且安心，会没事的。生在帝王家，究竟是福还是祸？别太伤心。母后，瞧瞧你做的孽！把这东西拿走，别让皇上沾了晦气。是。慢着，谁都不许动！反了天了！臣姜航参见皇上、太后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微臣可否？方才罗太医熬的药渣，可否容臣一观？药渣已经到了，押上来。眼睛见灰了。臣有一事不明，不知道是否当问。快说。敢问罗太医，这药渣里缘何会有落胎用的马钱子？啊，这下官不知啊。药方呢？药方，给本宫搜他的身。是。起来。皇上。将李美人的贴身宫女、太监统统抓起来，严加审问。快点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一定是有人要害嫔妾。皇后娘娘既有此心，不如直接给嫔妾一杯毒酒，让嫔妾和孩子一起去了。是。
是不是陷害微臣不知，臣只知道这胎儿已经死了好几日了。下令吧。传令，罗太医暂押大理寺，封禁此宫。查明真相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冤枉了皇上。母后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哀家这么爱动手吗？让开！怎么跟锦明一个样，冒冒失失的？委屈你了，此事哀家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谢母后。小气鬼，我个手都不让摸。一切的事，委屈你了。臣幸不辱命，归元府已成。这个能让我俩换回来？那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再跳一次荷花池？不必，但需要你们俩亲密接触。亲密接触？胡说什么呢？真的，不信你问他。王爷所言属实。就这么开始，不好吧？那怎么弄？不如先吃饭。也好，也好。怎的大白天的就要喝酒？这可是我特意从达达带回来的药酒，能滋阴补肾，固本扶正。朕不需要补肾。今日的药你还没吃呢。这药苦得很。哎，良药苦口，怎能因为药苦就闹脾气不肯吃药呢？若不是为了你这身子，朕何必吃这么苦的药？若不是因为你傻中了毒，怎会连累我这身子还得吃药调理？你，皇上吃药。大郎该吃药了。怎么了？烫着呢，一口一口喝太苦了，等凉了一口喝完。区小药而已，能苦到哪里去？这也太苦了，别喝了，回头叫太医换个方子。快吃个蜜饯。傻婆娘，说谁傻呢？你若不傻，怎会在殿试之上乱改题目？怎会连母家的封赏都推辞？那是……好了，你想的朕都知道，你放心，朕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保护你。朕知道，和太后争执是因为你想救朕出来，改题目也是想选拔可用之才，推辞封赏是怕别的大臣嫉妒，是朝纲不稳。徐玉，你怎么了？徐玉，皇上怎么样了？皇上的症状有些像是中毒，可症状和一般中毒又有所不同，臣一时之间不能确诊。那皇上可有性命之忧？暂时没有，不能确诊就无法对症下药，皇上一时之间可能无法醒来。娘娘，皇上该服药了。本宫来喂。皇上何时能醒过来？微臣无能。国师那边有消息吗？退下吧。是。这药苦得很，你要是再不醒，还得喝好些苦药。太后，
您的故人张天师来了。多年不见，今日看到太后依旧身体康健，贫道就放心了。匆匆一别，谁曾想便是20余载。当初天师的恩情，哀家还没来得及回报呢。哎，太后言重了。当时您能接连诞下2位皇子，皆是因为您福泽深厚，贫道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天师此番进京是？贫道前些时日夜观天象，见紫微星暗淡，卜卦算出太后需要贫道相助，故而不请自来。天师果真神机妙算。不瞒天师说，皇上昏迷至今未醒，多番查找未见因由，哀家当真是心急如焚呐。皇上之难，贫道已经了然。若太后信得过贫道，贫道愿设法场，为皇上驱除灾祸，祈求福泽。相信皇上定然会醒来。哀家自然信得过天师。如此，还请太后腾挪出一间无人打扰的偏殿，布置道场，明日午时为皇上做法驱邪。哀家这就去安排。徐，我来了。你这是什么路数？方才跳过一遍的动作，这第2遍就不一样了。你到底会不会？皇后娘娘当真是慧眼如炬，这都能看出来。这声音是……皇后娘娘，别来无恙啊！镇北侯，你伪装天师意欲是迷药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起火了？这定是天师做法请来的仙火，不会有事的。胡说八道！张天师何时请过妖火？给我拿下！是。快把皇上接下来！启禀太后，桥断了，侍卫们一时上不去。什么？哼，老臣为朝廷鞠躬尽瘁，如今却又家破人亡，已然无所牵绊了。皇上并未定你家族的罪，只要你救皇上出去，便能将功抵过。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，株连9族不在话下。谁说是镇北侯刺杀的？进来的人明明是天师啊！皇上，老臣给你送终。滚开！原本只取这狗皇帝性命，娘娘非要来做这同命鸳鸯。好，老臣就先送你上路。徐，皇上，你终于醒了。皇上，莫非世间竟真有这般离奇之事？徐，这还有力气，我把你推出去。咱们不能2个人都死在这儿。说什么呢？你要是死了，我绝不多活。这是圣旨。出去以后，替朕好好活着，照顾好朕的江山，莫让百姓落入奸佞之手。不要，不要！下辈子你不可以嫁给别人，等着朕。换回来了。
须，速战速决。领命。去，小心！三指。原来是你！把剑放下，哀家留你一个全尸。我惹上了皇后。去！这是因为你惊动武后，这是因为你杀害天师，这是因为你伤害我夫君。厉害啊！太子要受他了！皇儿，快走！皇儿，一起死！下辈子等你。除了符咒和亲密接触外，还需要特定的气。您二位在水气中互换，水火相异，所以在火中换回。皇后之前晕倒也是受到气的影响，加上巫药和酒的作用，气血不畅，所以昏迷不醒。气呀，原来如此。哎，你们是如何亲密接触的？是不是？不许胡说！嫂子害羞啦？谁害羞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嫂子还真是命大，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居然被挂住没事。这也许就是亲密接触的力量吧。非得让母后给你找个老婆，管管你的嘴才行。嫂子饶命！过来！又恢复正常。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。我。贵妃送点心1份儿。好吃。娘娘，这是今日需要您批示的。批奏折找皇上去，找本宫做甚？娘娘，这是后宫的事务，需要您盖封印的。什么？怎么了？这本就是你的事，朕替你做了这么久，还不行？你怎么来了？都换回来了，还往凤仪宫跑什么呀？妻子的住处，朕为什么不能来？怎么，才占了朕的便宜，这就想赖账？谁占谁便宜啊？你占朕的便宜，是你的身体先亲了朕的。又忘了，这些以后啊，是你的事了。你去给朕泡杯茶。还剩半杯，凑合喝吧。我这怎么可能喝别人的剩茶？我真是不要命了。喝掉了。先前不还上蹿下跳的，怎么换回来就拘谨？那个男人的身体，做什么还是方便些。是吗？那你有没有拿朕的身体做什么奇怪的事？奇怪的事？我去给你拿醒酒汤，这酒后劲大，明天该头疼了。皇上可是有话跟臣妾交代。朕，皇上想吐的话，不要憋着，吐这里。朕不想吐。朕来看老婆，交代什么？
你说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讲究文雅端庄吗？怎么能说出这种粗俗的话？朕。茶凉了半盏，几分不经意，却见钗头梨花沾染。茶一点圆满，惹半生轻狂懵懂，才见旧梦阑珊。似是岁月多无情，翠浅香灯明，留不住月影。三生有幸，拨弄岁月于倾听。不知已沉溺堕落青山底。山河都失色，谁能看见华丽背后的真相？愿记忆勾勒出弯弯绕绕，任岁月催人老。几杯酒醉今朝。在黎明之前，灯破晓，雨雾声中寥寥。